台南市永康地區日前一天的雨量將近500毫米，造成大灣排水系統甲個三灣溪水位強要滿出來，活水無法度順利來排除，到厝內積淹水。對此，議員林冠偉除了要求市府要來加速昆大路新設商涵的工程，盡速來動工，同時嘛希望市府甲個昆山科技大學來合作，爭取滯洪甲個金流分擔。旁邊目前有一個停車場，那停車場裡面是還有一個網球場，那邊總共2000多坪。那昆山科技大學是希望可以用在那邊，反而離我們的昆山抽水站更近，那效果更好，那我們土地面積更大，要做一個滯洪池啦哈。那局長這邊是不是要全力跟中央爭取預算？是，這個已經有爭取了，在昨天在市長已經有跟賴市長有爭取到這個淨流分擔的費用，啊，淨流分擔總共是3.5億左右。對，3點多億。這個要解決這個，讓我講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們第一個在昆山科大前面這裡哈，因為它沒有下水道，所以我們要做個下水道，把它水引到我們的那個抽水站去。那這個經費是差不多1.5億。哦，那再來是淨流分擔，就是那個 L 型的那個直的那個哈，那個是我們要做淨流分擔。那就剛剛議座你講的，我們要在昆山科大學校裡面來做。那這一部分總共是超過3.5億。對此，市長嘛回應，如果學校願意無償來提供土地，市府將全力向着中央爭取地方經費的配合，進行共同開發。市府規劃打造地下風順地方、地上立體停車的強固空間，在提升大灣地區風順能力的同時，嘛用個徹底改善學校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。台南新聞林根楊順懷採訪報道。